解看中共最近的股票一直落哦，公司嘛不了钱。工会进前抗议讲，经济部又搁要求中共成立一个立电的平台代替电，公司恐惊会继续了钱。经济部长郭志辉今仔日立法院时表示讲，经济部无强迫中共参加哦，认为是中共甲高层甲工会无好好沟通，伊嘛保证讲代替电袂了钱。部长阁讲，若中共无法度甲工会沟通，随时拢会当退出平台。经济部为着解决绿电的需求，主导中共成立反外国绿电平台代替电，引起中共内部反弹。工会甚至上北抗议，着惊代替电敢会阁加做绿能的钱坑。中共的财务状况也加做立委关注的重点。台制电会不会在政策压力之下，被迫高价买绿电，然后低价卖出，造成亏损？不可能。确定？不可能，我甚至于我们可以大家签一个 MOU， 如果他买不到，不要来找我们。你讲的话要能够落实哦。中钢如果没有办法跟他的这个国会的跟他这个工会的同仁做充分的沟通，那么他随时可以退出这个平台。立委指出，着惊台积电的未来可能会关价买、刷俗价卖绿电，造成亏损。原感觉工会是真烦恼。近期中共的股价更加是对进前的二头，直接落到一字头。经济部长郭志辉除了保证袂搁再亏损，强调是中共无和工会做好沟通。话声讲，中共的经营改善爱甲工会沟通，而且佫讲，若准是家己一定会投资台积电。另外，针对台电半保预算卡条例，台电亏损的状况恐惊搁再扩大。经济部长郭志辉做出回应：如果没有拨补这个钱，当然在财务的这个调控上面我们必须要去借钱嘛所以这个财务大概不会太好看。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若准台电无得到半保，财务可能袂上好看。为着协助台电的财务，今年会搁再编1000亿的预算，予台电来去补民生的电钱起无够的产生的亏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